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0月22號，我係 Anna， 時值 Early Winter， 去咗銅鑼灣嘆英國安格斯級風門樓套餐，回味一番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搭港鐵銅鑼灣站 D1 出口，轉左，然後直行，然後會經過 Burberry。喺第一個街口轉入景隆街，再直行，就到達咗今日要去嘅餐廳 Supreme Steak and Grill。餐廳大廈外牆係維修緊嘅，圍繞住都擺放咗啲餐牌，門口就擺放咗 Tea Menu 嘅餐牌。餐廳充滿咗英式嘅格調，係一間中型嘅小店，都有10幾年經營嘅歷史。今日嘅 lunch 呢係嚟試下佢嘅 Angus Grey Hanging Tender。套餐包咗呢杯熱嘅 milk tea， 可惜茶味就唔夠香濃。輪到今日嘅主角，英國安格斯級風門樓。我今日嘅 lunch 呢，就嚟試下佢呢個 Angus Grey Hanging Tender， 配咗呢個黑椒燒烤牛肉汁。至於熟度呢，我係要咗 medium 嘅。風門樓呢，原產於英國，後來呢就發展到世界各地都有。佢嘅肉質呢係好腍滑嘅，同埋充滿咗濃濃嘅牛肉味。試咗㗎啦，肉味呢都幾濃嘅，同埋呢都唔韌嘅，同埋配咗燒烤汁呢就相當之惹味好食。燒烤味呢都幾香嘅，肉質都唔錯，食落去呢都幾腍。雖然肉嘅顏色係呈現粉紅色，但係呢係已經熟透嘅。真心呢係 creamy 腍滑，好食嘅。牛扒呢炭燒味都好濃下。呢塊風門樓呢，肉質呢好嫩滑，同埋好 juicy， 充滿咗濃濃嘅肉汁，又有牛肉嘅香味。相當之嫩滑好食，配埋呢個帶微辣嘅黑椒汁，味道調校得啱啱好，惹味好食。套餐呢就可以揀意粉、沙律或者薯菜，我就揀咗 pasta 嘅，係加咗黑胡椒，有少少微辣。意粉呢轉得都軟硬度適中嘅，仲有好爽脆嘅蘑菇。都加咗卡賓尼醬一齊煮嘅，味道都幾惹味，但係呢醬汁嘅調校呢就結咗一啲，非常濟胃。呢個英國安格斯級風門樓套餐，一個人就食咗190蚊，免加1，性價比高。午餐同晚餐價錢都係一樣嘅，但係晚餐呢就只可以任食薯菜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